惹出什么大乱子。没错，没错。开机。 奉神、奉祖，保曲人里来年驱逐妖孽，百姓安康，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，大吉大利。请先祖带领大家祭祀天地。 大伯，哎呦，坏了！大伯，这不会是睡着了吧？哎呦，坏了！请先祖带领大家祭祀天地。怎么了？李儿，快醒醒！你这个混蛋，快醒醒！快醒醒啊！带领大家祭祀天地了。 先祖显灵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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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灵了！谁在此放肆？我很生气！你们都是我的子民吗？ 大胆！刚才是你对本先祖出言不敬，该当何罪？还不跪下！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师傅，这怎么会是真的呢？是假的！哎，这是假的！哎呀！师傅。 哎呦，先祖，先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想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先祖手摔下来了！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走！快！哎呀！师傅，这好了，祭祀结束了，大家快回家吧！风调雨顺啦！ 啊！这孩子，哎，快起来吧，大伯！师傅，快走，走吧，师傅。这还了得呀！师傅，这还了得呀！走，混蛋！这小子，走了，快回家！风调雨顺！丽儿啊，真有你的！为师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大巫师是怎样当众出丑、狼狈不堪呢？先生，里尔哥这样一来，怕是有危险啦。丽儿啊，
你是在向那些坏巫师们挑战呢，他们可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先生，我只是捉弄捉弄他们而已，顺其自然吧。我们继续读书。好，好啊，坐下。下面这段文章，大家要背熟，理解透。天地之间，人为贵，众人之中，王为本。天地之间，人为贵，众人之间，王为本。六合之中，天地人物存焉。天有天道，地有地道，人有人伦，物有物性。有天道，故日月星辰可行也；有地道，故山川江海可成也；有人伦，故尊卑长幼可分也；有物性，故长短尖脆可别也。大家要把这段文章背熟、理解透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。先生，日月星辰，何人推而行之？山川江海，何人造而成之？尊卑长幼，何人定而分之？长短尖脆，何人化而别之？皆自然作为。那自然何以为之？自然有变化之能，造物之功，故可为也。自然由何而来？自然之功由何而备？这个，先时未传，古籍未载，不敢妄言。先生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先生，不好了！上次洪灾后，村里接连病倒10几个人，今天早上忽然死了3个，说是瘟疫来了，村里人心惶惶。哎呀，我娘昨夜还浑身发热呢。不要慌，今天呢，大家早点回去，看望家中的父母如何。这2天的课，暂时不要上了。去看看吧，我们走吧，回家看看。上次祭祀大典的事儿，由我一个人来担着，你们就说不知道，要么会连累你们的父母。可是，丽儿啊，你先等一等，为师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你们俩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先生，请坐。丽儿啊，你天资聪慧，智慧超群，而且长于思索。为师在学馆内所讲的知识，你基本上已经学会、学懂了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必来学馆了。先生，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呢。你是有很多知识没有学，但是为师已经教不了你更多的了。我想给你介绍一位高师。先生，丽儿啊，你年纪尚小，临别时为师有几句话要告诉你，你要谨记。来，你看看，为师的牙齿快掉没了，而舌头却依然在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牙齿是坚硬的，而舌头是柔软的。记住，坚硬的易碎，柔软的易流。为人行事要柔和，不要太刚强，不要过于锋芒，那是不会长久的。先生，你的意思是柔能胜刚？丽儿啊，为师要赶山路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也快回去照顾你的爷爷。记住，遇事冷静，得道
多助。少年李耳静思好学，他通过与商容先生的学习，通晓了一些知识，在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了要探寻天地与治世之本的愿望，这也为以后他所创立的道德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成之，天三生木，地八成之，天二生火。小伙子，快醒醒！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秘密吗？这大水之后必有瘟疫呀！看见我屋前的石磨底下的小草了吗？你可千万别小看它，那可是救命的宝贝呀！记住啦！李耳在哪儿？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啊！不得无礼！子清，你这是做甚呢？李耳坏了祭祀大典的规矩，讲了神灵的好事，以至于上天降灾取人里的百姓。洪灾过后有瘟疫盛行，大巫师占卜说了，今天就要将他带走，以平息天怒。带走！你这是无理取闹啊！孙儿，爷爷不要管我，快将木盆旁的草挖下来给百姓们吃。孙儿，你不，这草可救百姓的命。孙儿，爷爷，孙儿，你们放开他！人呢？李柳、莲姨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快去救救你们的侄儿啊！孙儿，李柳。没有啊！哎，那儿有人！山荣先生呢？先生早就上野山去了。怎么办？李二哥就要被烧死了！李二哥怎么办啊？快走！知道了。马腾，你快点！知道了。天神，地神，山神，火神，李二哥，只有火祭才能告慰上天。不可呀！万不可呀！不可！住手！李儿，退后！哎呀，别动了！各位族老，乡亲们，武宣大人的各位族老，这是我李家世代单传的，求你们念在都是乡里的份上，我们全家给你们跪下了！别跪下了！求求你们了！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！求求你们放过李儿吧！我们也没有办法呀！李儿啊！退后！太公，你干什么？李儿，孩子，让开！李儿，别打了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娘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起来！大伯，你醒醒！大家静一静。现在取人里瘟疫盛行，如果大家不听朱大巫师的，你们都得死。这可怎么办？爷爷，不要求他们。如果我的死能够救全村百姓的命，那我死了
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爷爷，你别求他们，你相信我的话，找磨盘下面的小草给病人们吃。磨盘下的小草？什么小草呀？快去找！点火，烧死他！不要！不能烧啊！不要点啊！不能烧啊！这是瘟疫呀！这不能烧！什么人？打坏我的大事！我先杀了你！大魔，你身为巫师，应代天驯化，体察阴阳，而你却为一己之私，图谋害仙。近年来，你作恶多端，残害乡里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已记录在案。你知罪吗？还不给我跪下！我知罪，我知罪。是，这次暂且饶了你。你给我记住，日后再做恶事，天必诛之。我记下了，我记下了。给我退下！还不快滚！师傅，快滚吧！快滚！出去！滚吧！少爷，快走！多谢两位真人再次救了我李家性命，老朽万分感谢，谢谢。这就是李尔是吧？孩子放下来，你看看行吗？快！这是一种草药，百姓食后，瘟疫即除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安排得病的乡亲们吃。李儿，来，爷，跪下，快跪下！谢老爷爷救命之恩。李儿啊，这位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高师。孩子，起来吧。此间事情已了，我该走了。爷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能见面？你我同源，天地有定数，人亦有定数。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。红勋，李二哥，咱们过去捉迷藏吧。行，走，快跑！我就追不上我们了。别跑！别跑！快跑！你抓不到我！抓不到我！别跑！给我！自己去摘。我不给你就不给你。走，咱们去打人吧。给我。走。你看那儿。雷尔哥，你说天是什么呀？书上说，天是清清之物，看得见，但是摸不着。那天有边吗？书上没说，但我觉得天没有边。那地有边吗？我觉得地有边。真的？那地的边在哪里呢？尚荣先生说，天和地是紧挨着的，咱们人就在天和地之间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在地的边上。哦，那天是什么形状的呀？不知道，尚荣老师没教过。哎，李尔哥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隐身的老爷爷？他一定知道。哦，对，
本源老爷爷一定知道。我要从他那里学习更多的知识。爷爷，我要去隐山找本源老爷爷。哦，去那儿干什么呀？我要向老爷爷学习在商容先生那里没有学到的知识。哦，这样行吗？行，绝对行。好，既然我孙儿这么好学，那就去吧。记住，到了那儿要和本源爷爷虚心的学，一定要学到真本事，将来啊为咱们乡里多做善事啊。那爷爷，我去收拾东西。好好好，去吧。童心，童心，哟，是李尔啊？有事儿吗？大娘，童心在吗？哦，童心一早啊跟他爹出去了。大娘，那你告诉童心，我出趟门，过一段时间再回来。好，等他回来我跟他说，出门小心点啊。谢谢大娘。慢走啊。李尔哥，李尔哥！哟，童心来了。李尔在家吗？李尔出门了，要很久才能回来。他去哪儿了？说是去隐山学习去了。哦，他一定是去找那个老爷爷去了。我认识，大婶再见。哎，慢点跑。这孩子。李尔哥，李尔哥，李尔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李尔哥，李尔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怎么走了那么久也找不到那个茅草屋了？难道你和那个老爷爷搬走了？李尔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李尔哥，李尔哥，你在哪儿？为了寻求天地万物之根本，少年李尔只身来到隐山，向本源先生求学问道。在这里，他听到了商容先生从未讲过的学说，同时通过学习感悟，并萌生了至深、至奥、至简、至义的大道学说。这是他创立道德思想的转折点。从此，李尔走上了漫长的悟道传道之路。
你说你这丫头就像个假小子一样，就知道舞刀弄剑的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地里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。啊，我也去。哎呦，你就在家里吧，哈。哦。吃吧，我要去读书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丽儿，师傅，丽儿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要好好体悟道中所讲的人与人之间。人与自然之间，人与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啊，将来还有很多的事情等你去做呢。师傅，您说，人如果遵循自然规律，顺应自然的话，那么人类是不是就会和谐安定了？是啊，你说的对。如果世上的人都能顺应天地之规律，遵循自然之道，社会自然就安定了。师傅，那我将来一定要做些对人类有意义的事。好。公元前556年至553年，即陈哀公13年至16年，宋国军队大举四侵陈国，陈国战败。思雨，眼看陈国士兵节节败退，你们为何不乘胜追击？哼，光叫老子打仗！西门亮，末将在，带领弟兄们继续追击。将军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哎，洪督军，洪督军，我们追一定追，我们先商量一下怎么追。将军，末将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你我兄弟出生入死，有什么不当讲的？快说。将军，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连自己的封地都没有。如今天下大乱，诸侯割据，莫不如趁这次大胜，我们割出自己的封地。你小子外粗内细，比我有头脑。还是将军教导有方。走，带领弟兄们打仗去。诺。你们等着，我一定向宋公禀报。哼！今喜闻战报，思于将军力克陈国军队，陈国已答应向我宋国称臣纳贡。恭喜君上，贺喜君上！思于此次立下大功，功不可没，寡人决定好好赏赐于他。各位爱卿有何建议啊？禀君上，思于将军力克陈国士兵后，与西门亮莫火，预谋割据地盘，现已统结所有部下，准备谋反了。思于擅自拥兵自立，密谋划分属地，此乃叛逆之罪。大胆思于！寡人相信他，才把重兵交予他管，难道他要造反不成？思于自以为功高盖主，所以才做出大逆不道之事。臣
臣以为，应尽快收回他的兵权，迟则生变。相大夫，此事交于你办。他若反抗，你待寡人杀之。诺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将军，西门亮，出什么事了？将军，项须奉宋军之命，前来绞杀我们。啊！赶快叫弟兄们给我挡住！将军，项须来势凶猛，咱们不可硬拼呀！赶快组织弟兄给我杀出去！诺。弟兄们，给我冲！诺！保护将军，跟上！这曲仁里是什么地方？林将军，这儿可能是陈国的地界。不好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将军，这是为何？我们刚刚打败陈国军队，陈国人已经对我们恨之入骨，这地方不能久留。将军啊，这士兵们都疲惫不堪了，况且陈都晚秋离这儿几十里地，陈国的军队没那么快就到这儿。我看，不如在这儿暂避一时，休整一下，再做打算。嗯，好吧。大将军，要是村民去告发咱们怎么办？哎呀，要是他们去朝廷告发，陈军必定派兵围剿我们，到时候我们就死定了。我看，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他们全抓起来杀掉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马上行动。走，走，走。同学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爹，你看你。哎，同学，村里怎么有叫喊声啊？我好像也听见了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驾！哎，那不是坏巫师吗？站住！站住！驾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坏了，村里来强盗了！同学，快躲起来！站住！站住！爹！站住！爹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下！快点！给老子下来吧你！下来！下！走！爹！发财了！大爷，那个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！大爷，大爷，站住！还想跑？还想跑？你们这些混蛋！快走！你没事吧？走！爹，走！活该，让他整天欺瞒乡里。快走！这次遭报应了吧？小点声，让士兵听见。爹，我娘肯定也被抓了。
我要去救娘。你给我站住！爹，你不去救我娘了？东西，你老实在这儿给我待着，知道吗？我一个人去，目标小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允许进村，知道吗？啊？爹，你小心点儿。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把村子都给我搜一遍，不要有任何遗漏。那边给我围住了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快点！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走！孟兰，孟兰，开他娘！站着，站着！孟兰！同和，救救我呀！孟兰，同和，救我呀！救命啊，同和！灾难呐！灾难呐！爷爷，哎，李辽啊，李辽，莲姨呢？啊，莲姨哪儿去了？莲姨，莲姨，糟呀！你快去找啊！大伯，你呢？哎呦，你就别管我了。辽叔，你就赶紧去吧，爷爷这儿我们照顾着。是啊，是说，你快去吧，你就快去吧。不去了，孩子，这小心点儿，路上小心呐。哎，爹娘，乡亲们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的。现在只有找到李尔哥想办法了。哎，好，东西不少啊。是，哎，走，这次没白来。来，好。你们这些强盗，东西是我的，东西是我的，还给我！我的东西？哎，去你的！啊，莲姨。谁？那边有人，给我抓起来！过来！不用，走，走，莲姨，快走！莲姨，莲姨。李儿啊！啊，师父。通过学习，你都感悟到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世间万物都应守其根本，不应被后天之欲所迷。如果迷失了本性，就容易产生各种欲望，进而生出各种争端。